心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。我不望来亲近你，紧甲你捌你。深深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救主，我应爱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救主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三甲组织伫主的圣殿，咱三甲用祈祷、用诗歌，甲主三千军，咱用敬拜、而乐来荣耀主的名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安静咱的心，将咱家己全然交托伫主的圣手，求主来引带咱未来的路站。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境遇、什么款的风雨，相信主会带咱经过种种的挑战。咱三角来祈祷，请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快乐，也是阮的敬拜。阮的心我靠你，就得到帮助。主啊，阮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中，阮是靠阮家己，是为你的恩典将阮三角组织。阮的心内充满欢喜快乐，因为你的保守甲看顾，拢毋捌离开阮。无论阮的生命拄着什么款的境遇、什么款的挑战，你拢是阮稳当的瓦靠，互阮心中平安无忙。相信阮全心全意要做上赞献予你，愿阮所唱的诗歌、所献上的敬拜，单单归荣耀予你，因为你是配得阮一切恶乐的主。主啊，愿你感纳阮的敬拜，愿圣神自由运行伫阮中间，相信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一粒较无的灵来亲近你，甲你相结连。愿阮今仔日的敬拜中，甲你来相拄，伫诗歌中，阮得到力量；伫祈祷中，阮领受新的愿望。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只是咱嘛着咱来将咱的罪摆咧伫主的面前。恳求主用伊的保护洗净咱所有的罪过，咱三角来出声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讲阮若承认阮的罪，你是信实，你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阮的罪，洗净阮一切不义。主啊，今仔日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承认阮伫思想、阮伫言语、阮伫行为中，常常来亏欠你的阳光。恳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恳求你用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净阮。也洗净台湾这片土地，互阮成做你圣洁的子民，遵探你的旨意，愿阮的性命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拢倒转回转向你，互你的阳光、你的福音遍伫这个土地。主啊，阮感谢和乐你。上时，咱嘛为着咱家己甲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保守看顾咱的心，无受到攻击。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信心甲愿望，嘛，互咱家己甲厝里的人关系会当和睦，家庭的成员的新生人工作、职场、学校、同事、同学中有好的人际关系，也为着咱的经济稳定，解决所有的财务的困境，献上咱的祈祷。咱嘛为逐人的身心健康。有疾病，也为着家人的健康，咱三角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
像天父上帝，今仔日我们将阮家己，佮将阮教会兄弟姊妹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。主啊，你是阮教会牧者，你知影阮心内的软弱甲需要，恳求你常常保守阮的心，免对对着的攻击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有喜乐。求你帮助阮甲阮厝里的人的关系会当和谐，彼此相听，互每一位家庭的成员心身灵拢得到你的医治甲安慰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所有的厝里的人来祈祷，无论因伫工作职场，还是伫学校来生活，还是来祈祷。主啊，愿你将智慧甲稳定赏赐互因，互因伫同事同学中有美好的关系，会当活出基督的真见证。主啊，我嘛要将兄弟姊妹有经济需要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求你供应一切所需要的，解决财务的困境，互阮经历你是丰盛的上帝。阮也恳求你顾守看顾阮的心身灵健康，病会当得到医治，保守阮甲厝里的人，所有厝里的人拢有健康的身体，会当用性命来荣耀你的名。主你里面的天父，你看顾阮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需要阮承认，阮需要你的医治甲稳定，阮期待重新得到盼望。主啊，我们从新教会中。身体病痛、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你来祈求，求你怜悯看顾因，你的医治的圣手就临到因的身上，医治病痛的人，早日得到健康。求你赐了稳定伫因的心上，我来跪祷奉告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嘛为着教会，逐项的事工。也为着各教会同工、牧者团队、种植团队、服侍团队、甲团契首长干部，满有文士、圣灵的文士，服侍智慧甲能力，嘛为着教会属灵的气氛，较无圣灵，六人拢较无甲主来亲近，听叹主的话语，嘛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热情的敬拜。那么为着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，咱即马有协福小组渐渐咧进入丰收甲感恩的季节。那么献就咱的祈祷。那么为着说到50许年的各项事工，献就咱的祈祷。特别咱嘛为着顶礼拜所选出来的新的长老执事，咱献就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将所有教会的事工。甲同工全然交托你的圣手，主啊，你呼召因，你的圣殿中共同来服侍，恳求你上属灵的文士，服侍的智慧甲能力，赏赐服牧者团队、种植团工、服侍团队、团契甲所有的干部，专职同工列中，主啊，互因伫一切所做的事顶面，拢有你所赐的力量甲引带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搁为着教会属灵的气氛来祈祷。愿信心管压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搁较无你的同在，欢喜来祈祷，较无你的话语，用热情的敬拜来荣耀你。愿教会诚做充满圣神同在，阮是一群火热的团体。主啊，阮搁要为顶礼拜阮所选出的种植同工来祈祷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教会一切设立安排竞选，拢毋是出伫人。咱是出伫你的旨意、你的引带、你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这种植甲执事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，愿你将天顶来的智慧赐予因，互因伫思考的时阵会当遵探你的旨意，互因伫决策的时阵会当行你的公义，伫带领的时阵，阁有耶稣基督的温暖甲权柄。主啊，恳求你赐予因有坚固无动摇的信心。无因为人的言语来动摇，无因为压力来倒退，无因为攻击来压身。愿圣神常常来充满因的心，互因有快乐、有喜乐、有保护，阁有引带。主啊，嘛恳求你保守因的家庭，因为服侍毋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家人。求你互因的厝中有平安、有合一、有支持甲稳定。主啊，愿教会看见你亲自兴起、亲自建立，
亲自牧养的手，愿所有的服侍的脚步，毋是勉强，乃是甘心；毋是出伫家己，乃是出伫你的呼召。愿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感恩恳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上时咱嘛为着今仔日的主日礼拜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兴旺咱的教会，使了更加侪较无的灵伫咱的中间，有敬拜的灵，有娱乐的灵，今仔的礼拜中间，咱互逐项的，嘛为着今仔日逐项的服侍，献上咱的祈祷，将咱今仔的敬拜服侍，单单归荣耀予主。咱嘛为着今仔日校务处的团购的信息，甲两所有的礼拜定数。献上咱的祈祷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带领阮来进入今仔日的敬拜。主啊，阮较无你的同在，恳求你今仔日伫阮的中间来兴旺阮，来挑旺阮，赐了更较侪较无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娱乐的灵，伫阮，互阮来会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将今仔日一切敬拜服侍交托伫你的主，愿阮的诗歌、祈祷、奉献、甲信心，单单归荣耀予你，无为着家己，只为着你的名得到高举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特别为着今仔日校务处的所传讲的信息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你给我伊的嘴，互伊所传讲的信息，满有对你遐来的能力，诚做正兄弟姊妹的造就甲安慰。求你，互伊的分享会当激励众人，互阮伫礼拜中得到惊喜甲异象。阮将今仔日所有的敬拜、所有的服侍，全然交托你的圣手，互阮来亲身来领受主你甲阮荣耀的同在。阮的感恩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心请你来，触摸我的心，光芒来亲近你，听甲你玛丽，星星请。就是邀请兄姊妹，咱对座位中来起立，咱三角来敬拜上帝。
主，我们来学了你，我们来大声来学了你，因为你的作为大真奇妙，你的作为遍满伫全地。我要单记住我学了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，全地阿要大声传扬你的荣耀，全心来学了你。阿哥跳舞，大行乐器，来拍手，将创作伙合，见证荣耀，大君王伊降临，宣告主伊的圣。我要单一我学了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，全地阿要大声传扬你的荣耀，全心来学了你。阿哥跳舞。大行乐器，来拍手，将创作伙合，见证荣耀，大君王伊降临，宣告主伊的圣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。我要讲一条我学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，全地阿要大声传扬你的荣耀，全心来学了你。阿哥跳舞，大行乐器，来拍手。将创作伙合，见证荣耀，大君王伊降临，宣告主伊的圣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。我要单一将我学了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。全地阿要大声传扬你的荣耀，全心来学了你。阿哥跳舞，大行乐器，来拍手，将创作伙合，见证荣耀，大君王伊降临，宣告主伊的圣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。再来，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圣。将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爸。主，你是阮全能的神，我们伫你的面前拍白敬拜，你是大智的。阿们，永远伫在主。上帝，你的作为和平奇妙，万世哦，你的道路公义真实，基督救主耶稣。荣耀
了尊贵献给有个万人归拜，主你最后必告言王，现在，只有你是看你尊严高了，荣耀，叫我兄弟你，官兵兄弟你，连你就替官兄弟。兄弟，你作为后天一秒，万岁哦！别得了公义尽心，你都救主耶稣。用尊贵献给有个万人归拜，主以最后的高言王，现在，尊严高了，荣耀，叫我兄弟你，官兵兄弟你，连你兄弟官兄弟，现在。尊严高了，荣耀，叫我兄弟你，官兵兄弟你，连你兄弟官兄弟。现在，只有你是看的尊严高了，荣耀，叫我兄弟你，官兵兄弟你，连你兄弟官兄弟。兄弟你，官兵兄弟你，连你兄弟官兄弟。这是咱来唱圣诗181首。